大家好，呢幾個月咧，我哋成日聽見核心價值呢一個概念名詞，咁啊同學都問喎，老師啊，我哋成日講核心價值，咁究竟咩嘢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呢？咁喺呢度咧，我就諗翻起，原來喺2004年都有嚟自唔同界別嘅人士咧，就住香港核心價值發表咗一啲嘅宣言喎。咁佢哋就講到咧，香港嘅核心價值包括咗一啲元素嘅，譬如有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誠信透明同埋咧多元包容。咁我諗同學可以嘗試用下呢啲定義嚟到討論一啲時事議題。咁舉例啊，講開咧特首選舉已經選完啦。咁究竟新任嘅特首佢成日講開咧要拱衛香港嘅核心價值，佢嘅未來嘅一啲政策係咪真係做到呢？咁啊講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啊，咁究竟未來新任特首係唔係真係可以拱衛到我哋嘅言論自由同埋集會自由呢？又譬如講開誠信透明，咁究竟新任嘅特首佢會唔會建立到一支好嘅管治團隊，進而樹立咗啲榜樣俾我哋睇到呢？即係政府係好廉潔嘅。咁啊，再講開咧多元包容啦，咁究竟跟住落嚟嘅施政報告，新任嘅特首能唔能夠定出啲政策係照顧到唔同階層嘅需要呢？咁我諗咧，同學可以就住頭先啲定義做一啲討論，咁將會咧更明白、更明確咁樣講到咧乜嘢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啦。